这个大家晚安。我哈先王上天主义，所属的方属于咱师尊师父为老大听大家。咱老这年我大意是毕竟咱是目前各位这师爷在，我今日老师机会来甲各位在个天来做结合，大家参考。相信呢，我多介绍伊个大家啊，今日来到咱这个会上，啊，今日来讲可以大家讲个家庭三讲啦，伊日我去到台北会讲哦，啊，要讲哦，唔知要咱讲，啊讲就三个来标题，啊，今日咱用这个台语来甲咱讲在做，啊，来甲咱讲在做一个参考到了，做一个参考到演进的，我感觉讲我这个感觉，啊，早咧讲到你个感觉，怎啊？去讲哦，这个感觉啊，真正舒服，所来人，所来人个，安尼真舒服啊！啊，伊呢，比较这个国外语言地方，介绍比较这个福音来甲伊讲出，啊，这个受到的意义来讲一个，实在讲心有意啊，你不讲，嘴袂晓讲，这嘴袂晓讲啊，有通呢，这个感觉讲哦。咱在咧受到台湾是讲真正好，哦，条件真好，啊，条件已经真好，啊，条件做啊真好。有就是讲今日现在站起来讲方面的条件，咱要听道理，咱要讲道理，咱要用讲了完，这条件啊非常好。啊，其实讲的比较讲呢，步调啦，啊，步困难，哦，步困难。相信咱各位在座呢，只管在咱这个台湾国内呢，这道理。咱听过道理，其实讲非常的济，啊，非常的济。照你讲嘅，咱应该去伫国外嘅做亲，去更加诚实，还去更加诚心。而且讲，咱了解愈济，哦，啊，伫国外做亲呢，因了解嘅道理非常的少，但是呢，嘛足济足有诚心呢，啊，了解嘅道理，啊，听到道理嘛真少。啊，咱今日呢，站在这个不同嘅有益和不同嘅环境内底呢。所以讲起来，较比较起来，啊，咱台湾啊，伊个道亲呢，实际上讲起来比较继续幸福，啊嘛继续规划，啊但条件拢好着。那么我今日呢，啊，以同样一个工地啦，来甲各位在做一个更加研究啦。啊，相信咱听听做诚济，啊所做的道理是拢去重复，啊分析甲模式，啊分析甲模式就是对互咱。这个意识内底，佫更加有受到力量甲办道伊个看法。互咱在一生修办道这个过程内底呢，会当安尼哦，足坚强，而且足平安、足顺遂来行过。啊，这是咱今日听道理、学习道理，啊，应该有个看法。像我们嘛，在改变咱治理模式啊，上改重要讲改变咱治理模式。因为办道就是帮助人修道嘛，吼，迄个办道。啊，家己若毋知影要修道，啊叫人来修道，安尼亲像安尼哦，咱亲像安尼条道理上下啦，安尼念袂起啦吼。啊，你若知影讲家己要哪修道，啊来讲修道互人听，安尼就可能哦，即个办道迄个意义，甲迄个向心力，哦，安尼就比较继续好。所以修道办道应该无离开修道嘛吼。啊，修道是无离开咱人个心意嘛。啊，咱个心意就是无离开讲咱两个脾气毛病，啊，咱个业性，啊，这样种种个经验，所以修道嘛是一个较难度，啊，办道嘛是一个较难度啦。相当今日去修道啦，修，以后个结果无共啦，吼，以后结果无共，啊，修道甲办道比做是较艰苦，啊，较困难。后面是在即个困难中，咱真真正正做会出来，以后就成就啦，吼，成就道条。哦，人个成就是讲，今日去我都有办法做到，是你个涵养有偌深，涵养个程度啦，涵养个程度是决定你今日个成就啦。啊，那么今日涵养伫底下做，伫即个办道甲修道即个环境个力量，啊，理念就对啦吼。哦，啊，咱个心来纠在讲，我今日要哪去修，啊，要哪去修，啊，修道甲办道即个工作是一世人个工作，哦。头市尾的工作，既然是头市尾的工作，咱要哪用家己调节，这是足重要的工作啦。
那我今日以示意来甲各位在座做一个参考哦。叶、靠、甲插、管、四义啦吼。啊，这四义咱当然是听着嘛是真明显啦吼。所以讲起来，在咱修道的这个过程内底，咱这四义若做唔到，有比较注意，安尼的话可能在修道办到要成就，可能是不可待啦。那么我今日先甲恁讲第一意见。咱是几十多条第一条，尊敬贤惠，还要尊对心，尊一心嘛吼。咱是啊，三心做大心的吼，讲是尊呀。今日见到这个尊敬贤惠，当然是咱有代志，咱要去问神啊。所以这个人要做代志，要问啥物代志，就是讲有困难度。有了环境坎坷，换去问神，换问上命的，卜卦，换安尼敢通，其实咱作者无咱家己一身的啦，拢去问外口一身，内底一身拢问无对安尼。所以咱今日去尊敬先分这在咱修道的有几个第一条尊敬先分，咱免咱讲，这个观念大家拢知影，尊敬自身大家拢知。但是咱甲回思啦，咱甲想一下，在咱日常生活，在咱的办道在咱的处事，咱敢有真正尊敬咱一身啊？有无？这个足迹嘛，理论上知影，方法上知影，实际上在这个要行的跟行里面，所以今日呢，咱在咱修道呢，对这个尊敬啊，尊敬先君。是外在的尊敬先君，到礼敬，由外在的尊敬进入到内在的礼敬。礼，咱讲礼拜，礼拜就是讲礼，这个礼就是讲尊重。咱人有尊重咱家己，甲咱去尊重别人。比如讲今日咱讲一句话，心上我家己的接受，做这种工作，咱唔爱甲人讲歹，但是咱甲想讲，当你讲歹，互人听，上好嘛来，我绝对唔讲歹，因为咱人爱听，但别人敢爱听，这个做将家己的感受去比喻别人的感受，所以这礼应该是讲是一个尊重啊，礼是尊重，所以今日来站在咱这个礼节内底讲座椅嘛，这就是光所为礼，就是这个嘛，用这个嘛，义就是这个嘛，讲所为礼，咱先佛家，然后讲较三个较咱去，咱先佛家落来，然后讲家己尊敬这个嘛，座椅，所以讲尊重家己，然后讲你要尊重家己，一定爱拜，搁咧拜嘛，这个拜跟屈服，咱在这个三个，在这个南无祖，所以讲屈服就对啦，拜的是屈服嘛，屈服无名，这个无名就是咱个奇奇无名，咱就是解释奇奇无名。人有人一个性，这个性叫做奇奇无名，大家拢足有，是话较少，话较少，话较济，话较深，话较浅安尼尔。大家拢有奇奇无名。今日去把咱这个性，真正有法度去甲转过来，真正有去人改过来，这若袂是比较功夫足困难的。足困难，所以呢，各位在座呢，真欢迎今日由这个尊敬进入到这个礼敬，这是一个啥个过程啊？过程，安尼就中间咱靠活动进入到这个敬，敬伊的层面真大，所以咱敬有我有听到第一，讲敬天，敬天那边存啥物心？存啥物心？咱今日
敬天用咱咧献歌，咧只了袂当拜即个啥呢？节奏咧拜拜，讲营造上咧拜拜，即个敬天嘛，敬咱老母娘，敬主天神仙，敬是讲伊个啥呢？伊个神仙，敬天，所以到即个敬天，伊重点在顺承嘛吼，承就对啦吼，即个承就讲上介重要性啊，无论是你去到啥物所在，来到分站，就是讲去到啥物所在，敬天就是爱顺承，承就是咱朝天的，要朝天股东的基本观念啊，基本习惯啊，基本观念甲基本习惯，所以咱对天即个敬天也无尊承，无尊承天绝对袂，所以承即啥？承即言，伊会言，天就会言。恁今日去即个承就讲要把咱即个啥呢？心有到一个啥呢？一个阶段，就讲我尽了无私无欲，尽了无私无欲，即种的阶段，讲我今日去敬天来礼拜即个神君，毋是为了我家己的私欲，嘛毋是为我家己的利益，嘛毋是为我家己化劫平安，是要去互天人甲人的之外，嘛去造成即个劫难安尼。这是纯粹承啊，这承物件是为着我家己咧求呢，是为着人哋境外咧求的，所以这个承安尼，这个业就才会出来。相信咱早两天遐两单拢差不多袂家己个求嘛，这咱出去面嘛咧求。这是观念上爱个做一个承的，所以咱讲敬天敬天尊承，敬人。尊啥？尊神嘛尊事。另外伫咧个人甲人中间即个啥呢？即个人际关系要会好，沟通的管道要会好，就是讲大家互相尊重，即个互相尊重，搁咧互相尊敬。你尊敬我尊敬你，若到实在即种的条件中间咱人甲人中间斗阵做哦，会当互相尊重，人就无分即个好斗歹。无分即个彼此嘛，无分即个彼头啊，这是绝对的条件。所以今日人敬人爱尊师，做人爱实在，人甲人斗阵，甲伊久长长。做人也无实在你讲今日若讲偌好啦，称兄道弟有人到时分道扬镳有人会当讲做伙甲足好势啦。所以人为啥物做伙较会久？就是讲有信。做人实在，讲话实在，做事实在，上事实在啊！诚实、行实、老实，这就是咱今日去敬人。安尼在中间人会特别去作解，人互相尊敬、互相尊重人会特别的作解。人就是义务安尼，所以人会特别太济啦。所以世间所有动物医科甲研究来讲所有动物上歹斗阵就是人上歹斗阵。你看好条斗阵做伙，高条斗阵做伙人，错动物斗阵做伙，就是人上歹斗阵。人问题上济，人就是思想太济啦意见太济，甲会安尼所以意见太济，看法太济，就是无实际啊。我的意识太济，用的意识太济，人就无实啊。所以你若讲愈无开发的国家，愈无理念的所在，愈国实。愈开发的所在，愈繁华的所在，名利愈重的所在，人就足稀的。所以真正讲要找一个讲一个真正会当斗阵的足好找啦。虽然伊大海水一大堆，但是四周拢海啦，大人一大堆，但是真正要下个食是海水，袂食是安尼。所以尊敬人就是爱尊师敬师。前过者所交代，但是讲个道场所做的工作，事就是办事啦咱是办事以外道场的代志，今日你我就要点道，后日要点道，我道场的代志，记住讲我足重视这项工作，我足在意这项工作，我做要甲工作做好是叫敬，就讲敬师宜行这个孔子说敬师宜行一个前任者，一个领导者，咱包括多出人才，对这项工作有重视，安尼个中间，人就当信用，人交代伊个工作，
上前辈者所交代伊的行业使命，上天所交代的使命，你拢足重视放在心内，安尼工作做好势。所以可能袂办到工作做啊足纠结，啊有咧办到做啊比比当当，有影无？另外咧，若生活所咧办咧做上安尼哦，咱别单位拢有咧去，咱别个单位咧做安尼哦，则做甲足好势，啊袂别个单位做甲比比当当安尼。哦，咱袂要做就开始去训练，咱开始伫遐下，啊，人为着安尼哦，来较真正应付一下。迄应付一个，较有精神去做，较有用心去做，迄个感觉，迄个格局，甲迄个格调，迄个感觉就伊有共。有影诶？所以技术爱存啥？存啥？存中。这中就是尽心嘛，尽心的来做，做尽心。所以咱讲中医师，即是可行啊。中医师，即师可行啊，可行对啊，中医师即是可行。所以呢，咱叔叔讲一句话，一个开班，伊的格局，甲伊的水准，看领导者的用心。一个领导者真真正正对这个开班真真正正有用心的，这个开班，这个班规甲这个规矩，啊，甲这个道气，甲这个道气就对啦吼。啊，甲互人这个感觉，甲这个水准，真真正正，咱真真正正有用心流露出来，流露出来。所以可能会办到足重要，啊，有办到办到足重要。哦，迄个办到咱办到呢哦，足意味，啊，有咧办到办到。哦，咱若要开班哦，安尼好哦，透早地开始整理到足好势。啊，有咧开班哦，啊，人来到混蛋，咱物件佫要卖，啊，伊也佫要卖一万五也卖。哦，安尼足离谱啊！哦，所以可能讲哦，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看头啊，看热闹哦，是毋是哦？所以咱一个道庙的道气，用简单讲，当主人才是对这件代志开班重视，哦，重视。所以咱会开班足好，足规矩，啊，会开班无啥规矩。啊，所以讲哦，敬师，哦，尊重，那么敬动啊，讲咱的心在外口，在活动，咱的心在外口活动，咱的心从事某一个工作，某一个工作，哦，啊，咱的心从事某一个工作，某一个工作，咱的心在环境中，哦，在打转啊，在咧动啊。咱的心已经出去外口，在做代志啊，在处理代志啊，哦，啊代志好到歹啊，有结较顺啊，啊所以无拢唔甘哦，咱人在这个当内底会产生咱人啥呢？环境内底，环境互咱伊连落咱会互咱啥？喜怒哀乐，这个叫做情绪，咱人的情绪，哦，这四项物件，喜怒哀乐有会产生着这四样物件，所以咱今日囡仔，但是这心在当个因缘上，伊环境上两间哦，咱你知影讲哦，爱啥物咱重视。好，心甲境斗阵做伙，心触境，心条境较治着，哦，心甲境较治着，这地方甲叫做啥？弯就对啦，弯卡。这个关，讲我今日去看一项代志，听一项代志，我的心会产生这个起心动念，会欢喜，会受气，会去污蔑，会种种一个物件。所以心条件较治着，咱讲这个关卡，哦，咱要爱知影讲，知影讲分寸，啊，知影讲进退，知影分寸，知影进退，安尼才呢，知影讲我应该讲啥物款的，我应该做啥物款工作。我的心应该安怎想？这个分寸，这个分寸，哦，这个分寸，这个进退，你三会了，你会当甲调整，而且会当去控制好势，调整好势，才甲你调整。哦，所以今日呢，赞成咧修道呢，这个观，来告诉讲今日哦，会当咧做袂好势，甲这个节就对啦。这个节呢，节若修袂好势。这节若修袂好势，用起来讲下道理的节，哦，节就是讲控制会好势，调整会好势，真好势，哦，真克制啊，真好势，
用到真好势，节，安尼个过关嘛吼，过关嘛吼，过这个关已经过。所以敬来敬来无心，有心无敬，无敬无敬无心，安尼这过关，安尼结果来甲你记，咱来会记会走出来。所以有着困难，有着烦难，有着啥呢？有着威武，你拢会当中节，这个中节，这个关卡内底，你我同人讲，武兵不能移，平前不能移，威武不能困，这物件你真正两讲你走出来，这个计就走出来，对啦。大概你计就走出来，计就走出来，拼计就走出来，计过关就一定有计，若无过关就无计，无过关就无计嘛。所以这个叫做敬重爱中节，敬重爱中节。那么敬畏、敬畏啦这点就是咱受过的会后，就讲爱敬言事业，如临亲远，如临目近。所以修道要去讲出咱的心，要去了解咱的身份呢，爱寻到啥？如临亲远，如临目近这种敬言事业，伊个啥呢？上界重要伊个行，安尼就感觉咱就我同讲啥呢？咱就我同敬畏，所以敬的项目就是。相信咱来每一个因缘上，咱若真正，拢会当去甲注意这样的行为，做这样的行为。相信各位在座面的姊妹，咱敬就在咱的心啦，在咱的心内底。可能咱若甲尊敬伊个啥物所在拢好势啦。咱若无尊敬，就放肆，就马虎，就凊彩。若尊敬但是拢会要求，会当要求较低。各会当入这个魔幻，因为要求别就是一定魔幻啊嘛。咱莫去要求别人，要求别就是你魔幻啊，要求别就是处如为之事，言不言其高。你今日去无要求别你要求别人，相信别人会烦。相信别人。咱去要求别去要求别人，搁是健康自卑心。所以各位在座面的姊妹，这第一点，咱常得去敬。第二呢，喙较好收。我感觉讲这嘴实在最好啦你看，实在是无好收的啦。咱的典型拢比这个喙拢流出来安尼。所以尼泊尔这个国家，人啊死去拢等第二天就开始收啊。无论是国王加迄个啥呢，加迄个一般变成，拢共一个所在去收啦。收拢等咧黄河，迄骨头等咧黄河安尼啦。黄河迄条黄河中间那个伫迄个伫迄条黄河印度啦、尼泊尔迄个国家遐个人拢伫黄河内底洗身躯啦，伫黄河内底煮着食，咱人骨头定咧黄河安尼啦。尼泊尔迄个国家，第二天就当就定去收啦。其实就北起，就收了2工要收2工要收今年啥呢？收起来，就那个就摇起来个，是用死上啊，用盘。伊要收，伊对一个先收，对先收。就讲因尼泊尔伊个国家讲这个喙就是做服上介济伊个器官啊。器官就对啦，所有做服上介济器官就是喙，所以人要烧爱对喙先烧。你拢甲维输一个啦，咱人在咧受到可能受到困难度就是讲甲这个喙做爱烧啊，莫讲心啊。看无欢喜，喙是变，这个皮是变出来啦。看无欢喜，这个喙是变出来，干马上会当用学堂是就做好。是用迄个口传啊，就是必须按后边迄个是啊，话就讲袂出来啊，但腔言无对，即个口传言无对嘛。所以呢，喙是出去的文化嘛
市委的经验啊。我拢想讲哦，在咱即个一生个人当中，我拢甲思考着讲哦，咱一世人哦，是啊，讲好话甲讲歹话咧，亲讲嘛啦，亲就对啦。讲好话甲亲话几斤，啊讲歹话甲亲几斤啦吼。啊，亲一个可能讲你家想嘛，到底是讲好话较济，讲歹话较济安尼？咱常常不是讲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好说好话，哦，可能是讲市委较济啦吼。啊，特别是你讲较会久呢，若正经的讲袂久呢，你有感觉讲一个人啊，规讲足济，甲讲够久的，哦，这老多只有道理拢比较讲啊，就本来有啦，本来有人讲道理的，但是足济咧讲道理的啦。后尾只有讲是非较济啦，是非就讲较会久，话较会久啊，道理讲袂久的，你无研究讲无道理的。哦，啊，讲袂久就袂讲的，咱若是非较济嘛讲去，哦，啊，接着哦，话文一个开哦。变着，哦，话语若开着变啊带下着你的口味，话语若尾下你的口味，规套都讲去，哦，所以这是市委的经验哦，所以呢，嘴就是关无人的说，啊，关无人知的啥嘅节操，一个人伊的节，啊，甲伊的操守。第一个当去啦，会当去啦看，观乎人之节操啦吼，会乎人之德性，会乎人之德性啦吼。会乎人之德性，所以关系到咱人伊的节操甲德性。所以一个有德性的人，伊讲话中间啊，交一个啥呢？无德性的人讲话中间，迄个感觉就比无同，感觉就比无同。那么咱今日哦，会当去了解遮上新的各位在座的姊妹，咱在咱讲话免哪去操守，哦，免哪去控制，啊，免哪去注意，这重要咯。哦，啊，伊个啥呢？君主甲小人，君主甲小人，哦，这真正重要的，君主甲小人啊，君主甲小人，啊，别正义甲邪别。分别正义甲邪别，啊，定和福甲成败。哦，这些较济咯，安尼可能较会谨慎安尼，啊，写无济会谨慎安尼哦。定和福，啊，甲成事甲败事嘛吼，成事甲败事定成败，定成败。各位在座的姊妹，若假使讲今日咱通去了解遮啦，有遮济喙就是遮济喙就是有关系到咱人伊的节操特性，啊，甲分别了咱人伊的君主小人，啊，甲正义甲邪恶，和福啊，甲成败，并且和福甲成败咯，相信咱逐个有经验，相信咱逐个有经验，相信咱逐个拢定有经验啦。所以各位在座的姊妹，咱这个道理是讲足影响，讲过的是知影，嘛讲袂当去了解讲，喙就是讲哦，遮重要，讲话就是遮重要，好话甲歹话中间哦，咱一定爱多思考就对啦吼。所以一个君主啊，甲一个小人，你主要甲讲君主所讲的甲小人所讲的话，绝对无同。你啊看一个正人所讲的，甲一个邪人所讲的绝对无同。一个有德性的人，甲一个无德性的讲的绝对无同。一个有操守的人，甲一个无操守的人讲的绝对无同。所以呢，这个人讲哦，口就是心的声嘛，心之声嘛，字命嘛，心的声字命嘛，所以对讲话会当去了解一个人伊的心境、心性，甲心智，甲心理，所以今日咱各位在座的姊妹，咱做一个修道君主。咱应该无啥物方面，敢若无人嘛讲话就是会无人的形象嘛所以今日大家讲话拢无气质，讲话拢无涵养，讲话拢无物件，咱感觉到无对，总之是感觉到无对。道的重要，咱若假使讲话拢讲遐，
四山的，啊讲遐落着熟的，啊讲遐个啥呢？遐无遐讲遐个歹的物件，咱感觉得无味，会感觉得无味。啊，所以今日君主做一个君主的人，应该安怎做？做一个君主人，仪和言啊，吼，先想看安尼，先仪就是讲喏，仪就是讲在心一个，咱知啦吼，心一个就犯错，啊，一句话你讲出来，人讲心一个，哦，啊，咱人吼，即个发生地，你讲个人讲嘛心一个，欢喜的时阵你讲个嘛心一个。就是讲今日去人间咧悲哀的时阵，你讲嘛信一个，拢爱信一个对啦。先想一个三思而后言，仪而言，安尼就人间哦，咱咧讲个人间就袂讲对。讲个拢依照家己思想来讲个啦。咱依照家己的看法来讲个，依照家己的想法来讲个安尼嘛。若假使信一个，可能咱咧讲个人间就会去查证，会去查证。那么安尼个吼，咱做一个君主的人。讲个啊，化简，话若愈简单，就愈实；化简就愈实。话若愈简单，就实。有一款人吼，你讲个人间吼，讲作者，讲作者其实讲作者人间也是讲个，讲作者把你的生意步步如意啦，步步如意啦。所以讲呢，绝对无轻言，无妄言嘛，无语言啦。那么萧林咧讲就无共啦，萧林就是逞口舌之快。这是真正地下上，一个人哦，中间的人格中间哦，上看啊出见就是逞口舌之快，这个口舌之快，以辩为得义。我正话讲话。我辩才真好，我讲个拢有理，实在口才足好，讲到尾人间实在无你理有理安尼，转就对个啦以辩为得义，我逐个啥物人讲事啊，啥物人讲我拄仔拢无话，以辩为得义安尼啦你人用拄到话，人间人讲会心啦。真理性的对啦实在无一定讲咱就对啦只要咱来以辩来咧以辩来咧辩无一定也是对啦。毋是咱咧想就是对啦所以人讲空言而不爽，这少年实在袂讲者，所以就是讲作个干了，看是对啦。无要啥咧，无要管家己啦，无要约束啦。空言所以讲大一个。结果做无半年，咱即嘛是拢甲上边大做个物件，结果拢做无半年出来，我你不了个话，因为你真不了那公演的不是啦。即若咧研究的时阵，就讲你上天发愿安尼结果到尾拢做无半条，讲一百条做无半条，公演的不是啦。狂言起恶，对吗？讲言的人中间，即个讲言讲有在顺应，真有能力，真顺就对啦。讲的声势真大，拍头真大。你讲即个人中间得意啦，在顺境中作得意的，因缘袂歹，环境袂歹，要占在顺境，占着好地理，占着好所在，占着好因缘。讲的中间就安尼作讲的，讲的中间就安那就讲安尼作长车啦，作生势啦。讲咱若好样讲对一个人讲这个话，就讲100万名，我口气狂一下名，那名就出来，这个境界中间讲中间，迄个口气、迄个语气中间就加重的啦。
后来感觉讲，哇，你安尼好像点点不起，点点不起，有没有感觉哇，你这人在安尼臭铜钱又这么臭，这么臭的对啊，安尼就讲黄脸起泡，起泡那个咱咱所以咱人有就第二讲有能力，有才华，有才干，搁无就经，搁无咧收，迄讲话气势拢走出来啊！这个黄脸安尼下去其实足济，安尼好，所以咱人愈好爱愈谦虚，所以人讲我们要学习谦虚嘛。谦虚是应该是人心，是讲别人心谦虚都无够，谦虚都嘛。所以这人讲，这人讲个人讲拢作苦的，言轻作苦的安尼哦，作苦的。体会端啊，体会端啊。啊，即摆个啥咧？讲高谈而无实书。哦，咱有个人哦，高谈讲咱像你足强的，哦，你的学问足有诶，高谈阔论，哦，安尼就讲哦，无实书啦。哦，小可你了解一下，讲就安尼哦，对啊，人讲碰啊，碰知影，高谈阔论安尼。所以讲起来，一个人哦，要学物件，讲咱多听人讲话，多听人讲啊，无论是啥物环境，讲啊，多听人讲话，可能咱会学出个物件，学出个物件啦，学出个物件。所以呢，化杂以心意啦，这是拢咱的通病，咱的通病，化杂而心虚，会作杂，讲作个什么类话，讲作个废话，讲作个闲话。化杂而心虚，所以讲明在这呢，起码呐，遮伊的项目啦，遮物件咱大家拢知影。即个上讲在在咱生活上，在咱环境上，在咱平常讲话伊的语言上，咱应该做个谨慎。咱绝对唔茫编，咱绝对唔茫空言、茫谎言、茫高谈、茫化杂。安尼可能讲拢无效收到人以上的标准，无效收到人的气质啦。这今日囡仔站在收到第一个目标，第一线就是咱一支嘴，咱一支最重要。所以我呢，这嘛在学啦，今日尽量把歹话、不满的话、偏激的话，甲迄方言的话，甲迄个啥呢，高谈的话，甲迄方言的话，这嘛甲一直讲，因为这变成哦。我讲咱像做广告的，咱人啊，这变成啊歹，讲话变成啊歹吼，你无讲做广告的，做广告的，所以讲讲实在，即马你到啊，来努力，互咱支持吼，较干净的，较清晰的，较清晰的，忙做这些歹物件，所以君主之言安心啊，君主的话就安心。咱拢有一个感受啦，咱拢爱甲人讲即个话，咱拢爱甲人讲话。君主所讲的话，用讲可能对咱较有利的。你时常咧讲，咱时常咧讲中年能力，嘛时常咧听着讲高能力。咱甲想讲，伫咱即个环境上，对一个人会当甲恁讲中年，对一个人会当甲恁讲君主之言，所以要真正要找到个朋友就歹做。有时啊，你做毋对哦，咱人家讲你做毋对哦，实在你甲讲，话拢惊抖抖的，你讲袂到就无知会考一个呢，惊抖抖的。有时啊，你甲讲话，你若讲一个要说去了，伊个带你边仔去呢。有时啊，你甲讲，这个足重要，伊的毛病，伊真正爱修改物件。你讲话听人讲，目睭是来带你边仔，目睭是射你边仔去呢，无要甲伊听呢。咱讲的人嘛，无信心嘛，所以君主之言难听的。所以讲，咱的秉性较важ啊，咱的秉性爱要互人讲好，爱互人讲歹，毋爱去修改，以后就别人修改，我一个秉性важ爱人做好啊，毋爱家己改落好安尼，我是秉性важ所以今日你讲你在做件事，咱应该是爱知影啦吼。君主之言难听，为什么讲安尼？正直，啦吼，正直必其心啦。
伊大体讲伊毋捌听的话啊，因为是爱讲，伊就是伊知影讲即款话中间哦，即个话对甲对应该讲伊君主人做清楚啊，所以咧，囡仔正正必须提升，所以君主之言咱记。所以自古嘅忠臣嘅干言哦，大家拢事不得好死。比如讲到自古到现在，分替补的忠臣替补的分哦，绝对干言拢下场拢做坏。你历史咱来看，所以今日个正正必须提升，绝对伊绝对去家己的心，去家己的心，以后看你同你投票。你投票，看你到底往你边仔去？所以民主是讲着嘛，足孤单的啊，若消灭之点啊。消灭的话，中间啊，异常啊，足简单去甲听，为什么写者必死？拢有一个感觉讲哦，一个人无逐日甲你报啦吼，是甲你问安尼啦，伊甲你报到互你买安尼咧好行啦吼，你也是啦。但是咱你时阵心拢无方便，拢无方便，就对，咱感觉讲安尼吼，无人敢报，人甲你报每日咱嘛乐乎啊，咱嘛乐乎啊，所以咱讲哦，少年之言义重，然后写者必死地。所以呢，咱在修道方面，求业之道，真正这种利益之道，就是讲个在言正言啦，会当去听迄咱唔爱听迄安尼个对真正有足好处。所以修道是啥呢？咱讲观嘛吼，所有观它是我定。这个观呢，就是等于一个小讲。分的一个小讲，这个饭中间咧，在咧生活上中间哦，咱一定爱时常做一个工作，时常要走，时常要做一个工作。讲哦，学努力学习到不进则退，就讲哦，好，咱今日你要改变家己，咱就要学一项物件小讲，亲像你学习中不进则退，这种嘅生活，这种嘅志向。所以伊发就讲咧，今日就是要学定，就是这个学定，就是要改变着咱个思想，改变咧平平和平，而且这个工作的时时刻刻拢爱做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够换。所以换甲和其中嘛，换甲和其和其中嘛，都会真正作用出来，就是要互咱去当反平和大思想。所以讲，伊在做嘢的时候，咱家己应该就是足爱知影家己啦，足爱知影家己下底啊，爱知影要哪去改啦，再知影哪去改啦。所以在咧修道过程当中，我足久的时啊，袂歹，大家写出来讲啊，互咱一个足大的精神啊。谈论自己很多，就好像在说话，就好像真做地位，实际上咱互咱做大的精神啦吼。讲足济家己的代志，较互别人听，厝就无，其他厝就无听啦。就好像在说自己很多。家己学了家己足济就对啦，别人怀疑。